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7月17号第11点台记新闻，我是谢碧玲。新闻先来关心一个现场的消息，风台就特别来了，台东外海呢也出现着长影，就惊旅客呢被困伫外岛，所以台东呢往来这绿岛的客轮下载也赶紧加开着船班，载伫绿岛的民众过来台湾哦。不过绿岛的南寮渔港同款也是真侪人客甲目睭睭，详细情形咱连线记者陈英如。好主播各位观众，这里是绿岛南寮渔港，一大早被游客给塞爆，因为丹纳斯台风步步进逼，台东外海已经出现长浪，就怕接下来风雨逐渐增强，台东往返兰屿、绿岛的船班今天起停开3天，就担心会受困在外岛，大家是紧急更改行程，要撤回台湾。那么客轮公司也立刻加开了4组船班，将绿岛的2400多人再送往台湾。不过大家游玩的时程都被打乱了，一块来听听他们怎么说。有一点点扫兴，蛮大的哦，我也有一点快要撑不住了。是还好，就主要听到别人在吐，自己也会受不了。好，您可以听到许多的游客，他们从摇摇晃晃的船上刚走下来，是直说真的头好晕哦，甚至疑似还有人出现呕吐的症状。那么由于台风的动向是瞬息万变，船公司也及时运送了物资以及民生用品前往离岛，就是生怕离岛闹起物资荒，造成民众的困扰。以上是目前情况。互咱感谢英如带予咱上新的消息。轻度风台丹纳斯渐渐接近台湾咯，外围环流影响，兰屿、东清湾也已经出现着长影。17号往来台东的船班嘛已经停驶。根据呢海警的资料预计哦，东部下晡就会开始落雨，提醒民众唔通去海边来耍水，要注意安全。伫这个丹纳斯风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1届工作汇报是伫下晝10点来召开，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前往来视察，嘛甲总统来电话连线，掌握着防止灾害情况。另外咧，外界同款真关心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束哦，对着韩国瑜伊要来参选的这个代志，因为伊即摆也阁是高雄市长哦，所以等等相关的代志，苏贞昌嘛有上新的回应。总统在国外拼外交。非常辛苦，一天跑3国，但他对于国内各项事务也都非常的关心。现在因为台风将来，所以总统特别的关心各项准备工作。我有跟总统报告，我们已经开设在防救中心，同时各项物资人员都已经到位，现在一切正常，所以请总统放心，并且给总统加油。另外，关于现在就是中央动起来防台，我不知道院长这边有没有跟高雄市长那边来联络，因为我们发现他今天并没有任何的一个防灾行程哦。那另外关于动起来部分，还有就是海委会，他是呼吁大家说不要到海边去，如果到海边去的话，他们的脸书是用请大家自备好塔位啊，这个用语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对于防灾要用最严谨的态度来面对。所以不只是政府机关相关单位要很认真面对，其实国人同胞都要很认真面对，多一分准备防护，少一分灾害。所以相关的准备都需要大家一起协助。至于灾害程度怎么样，地方要什么时候开设灾害应变中心等，所长他会负责。那我们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也都会跟地方来联系。目前，由相关同仁都有保持中央地方联系，一体防救灾。院长再问一个是有关韩国瑜的部分哦。那韩国瑜呢，其实他胜选的话带去参选，那他的抛出说礼拜1到礼拜5拼市政，周末拼选举领体态。韩市长争取到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我特别提醒韩市长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选中华民国地区，这一点要请他随时都要注意。同时，他答应高雄市民说要全力顾市政，那我是不了解全力之后怎么还有余力去选总统。所以时间上是怎么个安排？那我倒是也准备开眼界。院长，中央现在攻紧神经防台，但会长柯文哲却说，我们现在好像是明朝末年流寇四起，朝廷如逆晋朝，还说民进党的一些人事任命根本是说谎的，还是有当人机构。
我们都知道，所有在今天民主政治都是公开，经人民检验。那每个人在工作岗位上要努力做事，都是应该的。就像我今天第一时间就到中央灾害防治中心来就是准备来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那我想市长也应该坚守市政岗位，才对得起市民。那我们都看到，高雄市韩市长说他市长会做好做满，台北市柯市长也说连任后会支持蔡总统2020选举。那现在有什么变化？我们也是像观测一样，也注意观测他们怎么样讲，怎么样做。那想请教一下，高雄市的调查处前处长连振宇，好像在赖的群组里面转传您公祭签名的照片，因此呢，他是影片，然后他是已经被调职到台南的调查处。在昨天的考绩会决议中，他3年内考绩不得甲等，而且还记大过1支，你怎么看这样的陈述？公务员更应该守法，尤其责任在身的单位，公务员更要严谨。那至于怎么样子处理，都尊重各该机关的督率跟奖惩。想问一下，我们军公教的考试是问题，因为其实军公教好像是选点议题，那来一点说要把军公教尊点哦。那未来选政府会担心会摆在军公教上面。我爸爸一辈子就是最基层的公务员，我妈妈就是教员，我就是公教的孩子。但公教有没有要调薪，核定后会跟大家报告。洪泰登难斯渐渐逼近，伫友邦国家进行访问行程的总统蔡英文，伊嘛真烦恼讲洪泰就要礼拜台湾咯，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并且伫台湾时间17号下晝10点，也甲灾害应变中心来视讯，掌握到这状况，来听一段上新的访问。我们一起出访的团队，还有我们留守的团队都随时在掌握这个情势，也都很密切的在追踪整个情况同时，我们跟行政院也都随时保持联络。那么今天晚上稍晚的时候，我还会再跟苏院长通电话来讨论这事。所来同款是一个上新的消息，新北市南口区有一间钓虾场，伫15号透早发生着暴力的冲突，有2个人客甲一群少年人伫咧原街相拍，所以互人拍甲真严重，又搁等入去虾池内底。详情情形，咱就要连线记者林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8名年轻人怒气冲冲跑到2名中年大叔旁，二话不说就出拳攻击，双方爆发激烈拉扯，一旁还有人随手拿起塑胶椅朝被害人身上狠砸。不仅如此，一旁的钓虾器具瞬间变成了武器。这一起斗殴冲突发生在15号凌晨，新北市林口这间知名的钓虾场，现场不少客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冲突吓了一大跳。2名中年男子最后还被对方丢入虾池内，一群恶煞还不停手，不断朝池内狂丢东西。警方第一时间获报，出动快打部队赶到，将所有人通通带回警局。初步了解，疑似2名中年钓客酒后失态，在钓虾场大声咆哮，影响到其他人，被钓客制止，还高分贝回飙脏话。一群年轻人看不下去，才会上前围殴，造成2名被害人身体有多处擦伤。但由于不愿提告，双方决定私下和解。警方讯后将打人的一方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进行裁罚。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好，咱感谢苏宏带予咱上新的画面。另外，伫高雄基镇中州渡轮场边的加油站，因为长期敢若提供柴油地师就讲要用汽油的气味，伊就要骑机车到外口来买油，来回就要20几分钟的时间。若讲浪费时间，载运的过程嘛是真危险。对着这件代志，海洋局也表示讲，未来会积极甲中油来讨论，赶紧来增加着汽油加油站。看会出渔民的面是安尼真无奈，因载一桶搁一桶的塑胶桶来到加油站加油，原来是这个渡轮边仔的加油站，敢若提供柴油尔。我加汽油就是爱骑奥多麦到大山头加。啊，差不多爱骑偌久的时间？好，若要骑较慢，来10几分的啦。啊，你敢会感觉安尼真无方便？本地无方便啊！你若讲加2桶油、3桶油，安尼万本来发生车害啥变过咧。这毋是咱期间的问题尔，是整个期间。就比方讲一个家庭渔港，
伊嘛是高雄市区，因都有，为啥阮旗津区还阁无？敢会感觉安尼做无方便呢？说不了做无方便呢，你也讲叫伊只设一个汽油较方便。这个情形佫出现伫高雄基点的中秋渡轮场，伫遮停袂少的船只，若遮的船大部分拢是食汽油的。毋过边仔中秋加油站煞干那提供这个柴油，地属渔民就要冒着风险骑车去外口买油。规个过程对于渔民来讲，毋若真了时间，嘛有一定的危险。那有关渔民朋友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会近期会来邀请中油公司，还有高雄区渔会，还有一些渔民团体来讨论现有的渔船加油站来增设汽油加油的可行性。海洋局表示讲，因已经听到渔民的心声，未来嘛较积极来和中油讨论，会紧的来设汽油的加油厂，通早一日，互渔民较利便的讨海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商业旅馆违法扩大营业，住户控诉讲恐惊会有危险。这是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两段有一间开无4年的商业旅馆，无事先申请就将原本20间的客房扩建做60间。港东大内社区住户控诉讲业者根本就无顾到公共安全的问题。观光局目前也针对着业者违法扩大营业的部分是开罚15万块，并且立刻命令讲要停止营业，也无排除要来断水断电的处分。2015年新开幕，这间伫新北市中和区的商业旅馆，伫网络评价真悬。不过，即马煞互这个住户甲别行讲，伊涉嫌违法来扩建这个客房。一个是出入复杂吧，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建材不知道是不是会造成火灾逃生的问题这样。伫个住商混合大楼内底，1楼到4楼是卖场、健身中心，5楼是商业旅馆。楼顶的住户难免烦恼这个公共甲消防安全。都有人收到一封这个无写名的批，伫个批内底讲，商业旅馆虽然伫个商业区合法来申请20间房间，不过煞伫个主题区违法加起甲60间房间，用合法来暗砍非法，拢无咧管待这个社区住户的公共安全。没有啊，就是反正消防的问题就是要担心啊，这样子。商旅回应讲，一切拢是合法的价格。卖阁甲这个相关的单位来沟通，不过新北市政府稽查了后，发现商旅违规扩大营业，对20间变做60间，这扩建违法的客房，嘛已经勒令来停业啊。经过实地的稽查针对业者关于违规扩大营业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处新台币15万的罚款。那违规扩大的部分，我们除了要求立即停业以外，也将报请公安小组，不排除断水断电处分。合法经营的商旅为着要扩大营业来抢人客，私底下来混跨，煞无事先申请，安尼毋但有安全的跨路，嘛互共同的社区住户添添真侪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铁因为补票纠纷，造成铁路警察去互旅客抬死案件。为着要防止类似事件再度来发生，台铁也加强各项防范的措施，也拟定着这具体做法，包括着要帮火车长来买防身的喷雾器材。另外，未来新买城际火车、通勤电联车，也有即马旧式的火车，每一个车厢内底拢会加装监视器、加紧急对话的电话。有个民国110年就全部完成，离新型的验票闸门。防止这个旅客偷走票，也预计伫民国111年的时阵呢，会全部做好。站务人员检查票卡到引导通过闸门，为着要防止阁有人来走票，台铁加派人力伫个票口来巡视。未来嘛会装这个新式的闸门，同时嘛来提升各项的这个防护措施。他身上有可以保护他自己或是保护乘客的东西会好一点。如果有喷雾的话，可能会对嫌犯就是有一个吓阻的，就是真的有吓阻的作用。其实目前已经有配发这个1200多支防护型的喷雾器，予铁路警察。估计伫8月底会配发这个250支电枪。另外，伫上下班的时段，阁会派上的警察咧巡逻，也若列车长的配备嘛会升级。旧的列车呢，我们会在未来的这3年之内，我们会办理这个加装的部分。我们预计在110年会全部完成。除了原本配置伫个列车长式的这个防身棍以外，嘛要来添添防身喷雾器材。未来新买的车厢也是即卖车厢，嘛拢会加来甲斗这个监视器。估计伫个民国81年就会完成。啊，若针对这个新型的验票闸门，要到111年才会当拢斗大好势。
就伫咧铁路警察互这个人客来甲督视以后，代替的坐车安全再度互人放大检视。除了要有新的配备以外，还佫爱提升风险管理甲应变的机制，才会当互民众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家人出现头提火贼仔，家人市武岭街有一个查某人，看到厝边种的这桥仔式的火真水哦，嘛歹买，就伫个人真济这大路顶头，直接将这个规盆火给搬走去，放伫个事先准备好的塑胶袋仔内底。厝主发现讲，这盆栽哪会碰见？调一监视器才发现讲，原来哦是去互这个查某人家偷摕去。初步感觉讲这火呢无偌济钱，暂时无要来报警。不过感觉讲这个查某人的行为实在是真悍哦，希望讲这武岭街附近的徛家住户爱较细腻的，这个会讲偷摸火的有能人。蔡总统展开着自由民主的旅行，途中共过境这个美国，不过嘛再度来引起着对方的不满。中国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就批评蔡总统过境美国，就是西瓜瓦大饼伫咧找靠山。人伫咧新闻身的蔡总统嘛有回应。最新的消息，连线记者肖炳仪。好，各位观众，周蔡文现在人在圣文森拼外交。那么在当地时间的下午呢，他则是出席了这个台圣之间的一个交流计划的一个成果展。另外一方面呢，也移交这个整个警备车给圣文森。好，不过呢，现在呢，整个出访回程要过境美国，现在过境美国呢，现在被大陆的海协会长张志军就痛批说，这样子是狭美自重，这样子根本是要有这个靠山。那代替一下总统怎么回应？他们这样的讲法，我们的相关单位都已经回应过了哈。那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做外交本来就是我的工作，也不需要他们来说三道四吧。好，那么可以听到总统对于呢这个大陆的海协会长张志军所提到，如果是过境美国的话，这样子是狭美自重，似乎呢是把整个重心都放在美国身上。好，那么这个蔡总统呢这个回应呢也相当的一个反批哦，其实这样子的部分其实呢不需要外界，尤其是对岸来说三道四。好，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整个出访行程蔡总统将在圣文森待到大约2天1夜，只留一个晚上。不过呢，大家会关注在这边的一个整个行程是相当的一个紧凑。那么接着呢，将会转往圣路西亚，回程将会过境美国丹佛。以上现在最新，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互咱感谢记者都互咱上新的画面哦。台北市长郭文泰前一天批评民进党，讲因讲白贼已经是变做习惯了。接受平民媒体访问的时阵，又佫讲，若是郭台铭会赢，伊就要甲伊支持。不过郭台铭袂赢，郭文泰下早嘛针对着相关的代志甲议题接受采访。思考的参考点不一样，其实要思考的是，到底台湾下一步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蔡英文继续干下去，那当然他已经做3年多了嘛，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其实我昨天在专访里面讲，大概 GDP 22000、23000，人民也不会有出现饿死的现象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有一些后面可能的变化，这种大概也盘算过了。所以这样的但是不过是这样的，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说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也是估计嘛，就能够收集到资料做估计。那韩国也是完全不可测嘛，这个实在是，就是我们蔡英文还可以想象大概是怎么样子，韩国有时候是想不出来。会说韩国不耐打？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说不耐打了，这个就是说，其实台湾这种抹黑的文化，你知道除非说我们这种以前都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都有时候还找到几颗灰尘，那种在政坛打滚这么久的，我看随便挑一挑，所以从农舍啦，说在一路挑上来，只是说是这样的，在台湾你知道，慢慢的选民对这些好像也不是那么在意了。你也认同他的支持者，其中很大的部分是 loser。不是 loser 啊，其实韩国瑜现象不是韩国瑜的问题，常常是要倒过来看他的 background 的，就是那背景了。所以这样你丢一个火柴下去，那如果没有汽油在那也烧不起来。所以就好像我们在看香港真的反送中事件是因为一条法令的关系，那造成超过100万人上街头，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所以它不是那一条法令的问题，而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的问题所以同样的道理，
其实慢慢的解读韩流现象，不是韩国一个人的问题嘛，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为什么会形成？所以一根火柴，你点一根火柴丢过去，如果没有汽油在那里，那根火柴就熄了，就没有了。是不是你像以前讲的，如果皇上英明神武，就不会有丐帮这样子？这个又不是我叫他讲几次了，这个就武状元苏乞儿嘛，周星驰演的那一部电影嘛。其实那个最后一幕那个很重要，那个是当给所有的执政者的一个警惕嘛。如果皇上英明神武，国泰民安，那鬼才要当乞丐嘛。那你觉得台湾看得出赢得希望的话，你真的会支持他吗？那这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就是每个人，所以是什么 credit 嘛，过去史，还有他现在的想法。还要估算说他的改进的能力嘛，哈。其实这样的，我们也只能做 best guess 最佳猜测。是啊，你怎么看现在最新的苹果民调？你有被边缘化的危机？差不多啊，那我没有，我跟你讲哦，现在要造势要那个，我们也没有花钱，没什么，所以差不多的。所以觉得台湾应该变这个只站一边哦，就是美中对抗的时候，某个人的私利，卓荣泰昨天回忆说，他们是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我们没有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嘛？我想到这个亲美友中，我们还是站在美国阵营这一边的，这没有问题啊。只是谁叫你去为了一个操纵一个民意，然后再去做没有必要的对抗嘛？就这样。我们有不顾台湾主权吗？我们是没有站在美国这一边吗？都有啊，这是啊。所以我讲，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哈，智商也都超过70了哈，所以也不用讲太多。美国除了要伫美国甲墨西哥边界起枪位啊，阻挡非法移民，即马传出讲，命要伫纽约市中心来起枪位啊。为着要因应气候变迁，防止大水来，纽约当局计划伫曼哈顿的南边的即个史塔丁岛来建造一座长度大约8.5公里、宽6公尺的海岸防坡堤，阻挡海水可能来倒灌。预计6年以来，2025年就会要来建造完成。2012年，先得飓风西扫美国东海岸，搁算长纽约南边的史塔丁岛，地区全岛拢淹水，建筑物严重的毁损，造成真严重的灾情，还有24个人死亡。We learned to adapt, and for Staten Island, that means building a wall. 为着要避免这款灾厄搁重演，纽约市政府宣布要拨6亿外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190亿来建造一座宽6公尺，差不多是2层楼高、长8.5公里的海岸报岸，要来阻止海水倒灌。Any type of infrastructure we are building to save ourselves from the adver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s also going to introduce changes to our city t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负责工程的美国陆军工兵署表示，讲防坡堤会来照300年的防坡标准来起，比当年先得飓风算长的时的上悬水位搁再悬60公分，而且预留增建的空间。未来若是海面冲悬，防坡堤嘛当搁再添悬。You plan for disasters and emergencies in a way that will enrich everyday life for your residents anyway. 纽约的游客通常嘛伫咧这游轮的所在，顺续来造访这个史坦丁岛。虽然防坡堤有碍景观，不过嘛甲规划做正多元的功能。伫咧防坡堤顶悬铺茶房啊，嘛会当来举办演唱会，甲这个走板啊送这的活动，通和民众较walk近咧。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is one way to tackle that uncertainty, but it's not foolproof. 专家强调讲，要建造亲像这个海上长城的防坡堤，安无代表讲史坦丁岛的水灾阁袂阁发生。未来这样热岛变化多端的天气，飓风的相关风雨嘛可能会超过标准，当地居民就要做好这个紧急撤离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鸟禽去互人发现，到即马已经有150年了。最近呢，中国大陆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讲，真领大鸟禽甲四川大鸟禽，其实早就伫30万年前就开始晓伫个无共款的所在，而且呢，遗传的基因差真侪，因此也判定讲，这真领大鸟禽是一种真特别的物种，佮再加上数量无侪，应该爱来保育。而真领大鸟禽甲四川大鸟禽又佮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呢？原来这真领大鸟禽伊的毛色水无亲像一般这个鸟禽乌白分明，而是乌当中佮带着一寡咖啡色，白当中又佮掺着一寡黄色，而且伊的体型是圆滚滚，比较较接近原来的鸟禽。
圆滚滚的鸟形看起来足古锥的，不过斟酌甲看，这只鸟形乃生作无啥共，因毛的色是咖啡色甲白色的，甲普通的鸟形比起来差一色。研究发现，四川大熊猫、秦岭大熊猫大概在倒数第2个冰期30万年左右就从四川分开了。伊是中国才有的真领鸟形，甲较接看的四川鸟形比一个，虽然看起来敢若毛的色有差尔，不过中国陕西省一份上新的研究说讲，真领鸟形甲四川鸟形其实早伫30万年前就分作两边，住无共地区啊，含演化的历史甲遗传的基因嘛拢差真济，无伤济交流。真足观察会当发现，四川鸟形的毛就是黑色甲白色的，啊真领鸟形的毛是咖啡色的，白色的部分嘛有较黄。另外，四川鸟形的头型较长、较成形，啊真领鸟形的头型较像猫仔，体型嘛较大只，更加接近原始的鸟形。约76%的野生大熊猫及56%的大熊猫栖息地得到严格保护。真领鸟形主要生活伫咧陕西省的真领山区内底，数量超有345只。中国嘛当伫当地打造真领大鸟形国家公园，面积超有比西安市遮尔大。另外嘛伫咧翕真领大鸟形的纪录片，这份研究报告讲，真领鸟形甲四川鸟形的关系无表面上遐尔亲，互人看到真领鸟形特别的所在。这种珍贵的物种，未来嘛应该好好加保护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到底是虾米款的水果，互网友讲是上强的下药呢？广告了后，做回来去看卖咧。欢迎继续登来咱新闻的现场。有网友呢，伫人面册顶头打出一张真特别的水果相片，也佫讲洗车进前，或者是讲身躯边若无便所，唔通食这种物件，因为伊食落去了后会一直走便所，结果引起大家讨论。有人讲哦，这是黄色的火龙果，嘛有人滚酸笑讲是恶魔的果实。原来哦，这是一种伫南美洲出产的水果，叫做麒麟果，因为是属于比较较凉的水果，又佫有呛味质，因此啊，就互部分的网友来笑讲是天然的下药。Seems to have more seeds in the middle, I think. 黄色的果子表面有刺，看起来有小可像火龙果，伫台湾真罕咧看的，这到底是什么果子？火龙果的感觉。火龙果吗？很难吃吧？卖相就不好啊。有一个网友伫人面册社团破文讲，塞车进前也是附近无便所的时阵，就莫食这种果子，因为伊食落了后一直落塞，结果引起网友的讨论。有人看到就讲，这敢是网家内底恶魔果子，有人讲便秘的人会当加食。嘛有网友直接公布答案讲，这是麒麟果，比火龙果更较甜，佮互叫做天然的下药。伫台湾真罕见，毋过嘛有果子大头家甲放伫咧网络顶下卖。其实麒麟果的产地伫南美洲，6月会大出，是仙人掌食物科。有真侪膳食纤维，因为生作真歹看，所以佮互叫做恶魔果子。啊，营养师嘛讲，伊是真有营养的果子，毋过是较冷的食物。那矿物质含量也很高，像钙啊、铁啊这些都还不错。那它另外它也有很丰富的植物多酚，它是比较偏寒凉，因为它会促进肠道蠕动，会促进排便，所以它有可能很快的就会有变异。营养师嘛提醒讲，较冷底的人较莫食咧，嘛莫甲牛奶做伙食，避免食甲落屎。记者综合报道。先锋夜的圣诞，有学生囡仔就来设计着真古锥的大图，广告了后，带观众朋友做过来去看卖咧。
欢迎继续登来咱新闻现场。南投市一年一度新丰爷圣诞系列活动开始了，为着要迎接信徒，附近的商店嘛举办着收集等囡仔抽奖的活动，也有学生发挥创意，把配天宫的这奖神拢变做真古锥的大图，吸引游客来眼光。神明得甲你洗下落，一尊一尊甲铺上网顶古锥。有的讲会落雨，有的招人去庙会，大家 OS 拢真五人阁趣味。拄好拄撞到南投市圣丰爷圣诞庙会开始，民众拢讲真青笑阁趣味。我觉得蛮新鲜的、啊，就是很耳目一新啊。大图的作者就是这个读大学3年的才女，伊无用严肃的这个宗教信仰，甲配天宫的众神甲变做大图，甲神明画甲足古锥阁五人，传统加上文创来推广在地特色。因为南投这个庙会这个活动，是一个传统。然后我就想说，试着把它发展出去。虽然活动还是一样很有趣，但我们希望能够让它融入更多在地的元素，尤其那种在地的商家会有一些参与感。南投配天宫小连续3天来举办庙会典礼，这款庙会庆典逐年拢吸引10外万人。除了圣丰爷专属大图，边的店家嘛举办特别的这个集中抽奖，要互民众算甲真欢喜，嘛期待会当带动商机。记者综合报道。